啊，继续来看这个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再度来爆发着火爆的场面。无党籍的立委高金素梅咧质询着行政院的秘书长姜明兴的时阵，针对着12月18，姜明兴大嘴大意离开着委员会调查报告，双方再度来展开着激烈的攻防。我看过了，一周之内，那你看过，你为什么今天还不这么做？没有，你是藐视国会啊！我没有藐视。行政跟立法是平行的耶。你不要那么凶嘛！我没有那么凶，我是在跟你讲理。那你拍桌子啊！我是在跟你讲理。对啊，那我现在在看啊。那你今天要追究责任，追究什么责任？是你的责任，这是谴责案已经通过了。那我就接受谴责啊。那你要跟道歉啊。我没有办法道歉。为什么没有办法道歉？因为我刚刚已经做了说明了。会当看到伫质询的过程中，高金素梅是一度真激动，去姜明兴的面前来对质。事后，会议的调查委员齐心莹嘛再一次来提醒，讲等相关的调查报告出来了后，才会来审查到行政院的预算。下晡的会议是海基会甲陆委会优先来审理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